自2024年1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人的心公义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出来及记第4章18节到31节。摩西就倒去伊的丈人叶德罗遐，对伊讲：“请互我倒去埃及，看我的亲人还活地无？”叶德罗甲摩西讲：“你通平安去。”上主伫米甸对摩西讲：“你着倒去埃及，因为要害你的性命，遐人拢死啦。”摩西带伊的某甲2个囝，互因骑驴仔倒去埃及。摩西手举上帝的管仔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倒去埃及的时，一定着用我赐互你的能力，伫埃及王的面前行奇事。毋过我要互伊的心意，毋肯放即个民族离开。你着甲埃及王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以色列是我的大囝。我捌甲你讲，着放我的囝离开，去服侍我。毋过你拒绝，所以我要杀死你的大囝。”摩西伫路中歇眠的所在，上主拄着伊，要杀伊。西波拉摕石刀割伊的囝的包皮，捂摩西的骹，讲：“你是我血的丈夫。”上主就放伊煞。西波拉讲：“你是惊甲咧流血的新郎。”上主对阿伦讲：“你往旷野的方向去迎接摩西。”伊就去，伫上帝的山拄着摩西，甲伊诊，甲伊请安。摩西将上主吩咐伊的话，甲命令伊着行的新约，拢甲阿伦讲。摩西甲阿伦就去召集以色列人的长老。阿伦将上主对摩西讲的话，拢甲因讲，搁伫人民的面前行遐个新约。人民就相信，因听见上主眷顾以色列人，搁知影因的困苦，就跪落去敬拜上主。人的心公义。上帝呼召摩西，伊却百般提示，因为安尼，上帝发圣地讲：“利未人阿伦假毋是你的兄哥，我知伊真敖讲话。现在伊来要接你，伊看到你心内会真欢喜。”上帝指出，伊是互人口才的神，伊要为摩西有备代言人，就是伊的兄哥阿伦。上帝也互摩西知影，伊是赐权能的主，吩咐摩西带着伊的管仔，你着举即支管仔来行新约。历史上，即种权力的管仔一向是权力的象征。毋过，管仔本身并无神奇的效力。摩西手捏的管仔，代表的是上帝的权能，甲伊的同在。出来及记中形容埃及王的心公义，原文有沉重、固执、麻木、倔强的意思。上帝向摩西有过，埃及王的心刚愎自用，无药通救，搁爱伊甲埃及王讲：“以色列是我的大囝。”表示上帝甲以色列人民的特殊关系。下一段要对埃及王讲的话搁较关键。我捌甲你讲，着放我的囝离开，去服侍我。毋过你拒绝，所以我要杀死你的大囝。埃及王自认是神，
伊个大囝也是。毋过上帝警告，家己讲家己是神个人，若心意毋容允伊个人民敬拜伊，就爱付上大囝受抬个代价。若是24-29-60个描述，圣经有济济个猜测。检察已经带因兜个人上路个摩西，即时还毋甘毋愿。可能摩西破重病，伊个负责人西波拉束手无策，就求叫上主，伊就为囡仔行割礼，甲上主立约，向伊求怜悯。这个事件检察是上主爱摩西下定决心，全家归向伊，甲伊立性命之约。对安尼，摩西才有资格成做上主甲伊子民之间的中保者。伫遮，摩西搁再一遍，因为女性的智慧，通得到生存。1988年1月13日，蒋经国过身。迄暗，电脑时担任副总统的李登辉甲太太詹文惠做伙祈祷。想起蒋经国捌讲过，我也是台湾人，蒋家人袂搁再接任总统。因为安尼，伊甲即个话解读做：台湾只要伫政治制度民主化、本土化，这就是独立了。李登辉伫为主做见证，李登辉的信仰告别。这本自传中提到，中国皇帝自称寡人，我毋是寡人，我有上帝含我斗阵做伙，感觉非常安心，相信上帝一定会指引我克服一切困难，达成台湾的目标。搁再过几日的1月13日，台湾将要举行正副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。无经过流血革命的台湾民主，伫全世界堪称作是奇迹。总是台湾伫转型正义过程中，统独意识形态的对抗悠然存在，加上中共特意操作，互台湾每逢大选局势总是格外复杂。基督徒真正需要为着台湾来代祷，恳求上帝，互两岸掌权者的心袂刚硬，永远互人民展现自由的意志，才会当找到真实的平安，达成上帝国度伫世上实现的目标。默想，我伫面对什么代志、什么人的时，内心会刚硬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我相信台湾是你所赏赐的，愿你伫即次台湾选举的中间来掌权，互台湾人享有真正的平安甲自由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